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福喜来嘅，我系吴依勇。2016年呢，第60届六队运动会，也被领导一个组队活动来举行哦。我哋非常欢喜，有邀请到活动上嘅赖文义乡长来同我哋分享。欢迎乡长。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头都本来有想爱乡长直接省略，不过很专业哈，有同观众朋友打招呼。不过一开始以前呢，乡长这么认真哈，如讲过紧张哦，讲很内向哦，不过安尼都同一般人上嘅正式人物都无同样哈，我讲起个系很不太会聊天。实在讲吼，我要做乡长啊，意外啦。系哦，状况个路批吼，坚持我爱出来，同乡方服务啦吼，摩都，当然经过不卡同意，也努力经过啦，做特别嘅，等个都出来做乡长吼，嗰度公务参与咧谈房咧讲话咧过程啊吼，个唱歌演讲啊。然后莫嚟讲，一摆呢，接到去攀一个安排资源的时间，能用来上出，我哋一摆重点核心的主轴我系乜嘅？一摆吼，2016吼，第60届吼，就是讲我哋陆队啊吼，经过一甲子嘅文化传史语啦吼，一摆啲一甲子吼开始，一摆重心啊，如陆队行动力吼，活动再起航，表示讲下个世纪吼，有啲我哋活动开始。上到一个我哋爱第二个甲子。对活动再开始，好，如果我希望讲，我哋除了有本单六队运动会，如果有嘅一条运动以外，还会有加新嘅东西，安尼。一般呢，其实一般人如果想到运动会有开幕有闭幕，可能也2年。不过其实六队运动会几张年呢？有我1张年嘅发通。第2月份都开始，唔免你我哋想一讲。3月14、15号开幕，第2月28都开始。我看今年乡长也过认真，带过多嘅一个扛棒啊，同大家小姐。第一代系咪2月28都开始一个发通，唔系咪还有带扛棒嘅？带落嘅，你本大家看一下。宝宝抓走。也咧吼，都。我哋客家人嘅傳統啦，4月呢，9月那前一年9月4月呢，下年咧正月份如果嚟拜神誕，拜神期，也攞我哋客人咧信仰，並嚟祝福，也4月呢，好學，好偉大，好聰明。你結合一個更加嗰時行嘅抓周啊，還個爬行比賽。如利用一擺陸隊用中會嚟結合我哋新電器嚟辦一個這樣抓周爬行比賽。因為陸隊嘅一個活動嘅擺神誕，歷史咩10萬久嘅哦。以前都係神誕，更加要衝刺。細妹妹會咁樣衝刺嗰時候都有新誕新記都有。一擺嘅新丁新之際，我係用哪個內容？也講嘅傳統對正月初9開始我哋活動嘅陸建莊啲嚟辦，嗰座就是講嗰座客家莊如果中去南邊啦，也好冇咁樣嘅。人口嘅變遷4年啊，越來越少。鄉下後生嘅攏上去主持打拼，嗰度攏辦事。嗰種結果變起嚟4年過少，嗰種都加入薪資。除了一個結合到活動彩體嘅活動以外，還有乜嘅唔感覺過特別嘅活動冇？也咧如3月初1開始，也如健行路跑，有分咗5公里變10公里，
5公里路的健行，10公里路的路跑吼。本来咧来参加的民众吼，了解嘉东的农民吼，嘉东的风景，本来咧来嘉东了解，为了了解一下。好，江总同我们讲一下，个健行路跑有5公里、10公里，先帮我们一个画面，就是我们去走的时间，规路的会看到用哪个嘉东健行。做对嘉东路为咧考核，我哋嘉东吼，都分做台1线、并台17线。台17线如个沿海线，台1线一片，如我哋农民、我哋乡民如大部分拢渔农。台17线一片如大部分都乡民乡民。佢说这5公里的也会两片路看得到。如我哋乡镇来嘉东，你是我哋农村的景致，边海边一片乡民的景致无可用。像我还记得我以前报新闻大概有看到的，如果打电话问俺妈妈用来讲。好，因为嗰道路，因为我哋无考核的，嗰度的唔定用来讲呢，如果问落一批的，人会知安尼。如果感觉考核的嘉东有非常多同其他的六队，嗰无共用嘅文化，嗰個也嗰度特別的發通。當然六隊運動會，假使鄉親朋友也按當然來了關心的話，如果地下運動會同別的運動會規模共用，有嗰種正統嘅運動，如乜嘅籃球田徑羽毛球乜嘅也都有。不過還有特別的一般運動會冇嘅，家鄉做咩同人介紹？一般除了傳統的籃球排球、羽毛拔河，我哋嘉東一般特別加入木球邊也地杯。用嚟要有木球呢？木球也係現在講路是對介紹多老人家是參與的活動。我哋嘉東有啲發通有我哋嘉東有啲賴有才教練，伊有台鐵火車駕駛員伊利用假日去當我哋嘉東結束，因果農嘉東農校去教我哋學生嘅也方用通即係講第100年變101年我哋嘉東嘅學生嘅出去比賽，伊得到幾好成績。102年變113年我哋嘉東農教嘅學生嘅出去參加比賽咪得到金牌。嗰時我哋賴有才教練是嚟講我哋金牌教練。不過也係咪台灣這個方面呢？望到嘅台灣這個方面呢。有都好嘉東菜體有一個安好嘅教練。冇錯。有安嚴健嘅教練報名嘅隊伍有多冇？因為我們哋今下台灣打木球嘅一個。有也台灣也咩幾行咩幾度睇幾大？台灣講有100年、101年100年、101年如出去比賽嘛，到時講嗰度都有攏有咧學咧。嗰所也係第100加入六隊運動會嘅項目，還有哪位哋我咩見過幾多歲嘅人咧？太年尾有睇教嘅競技別杯，一般都會上到我睇加入邊咯。一咧地杯嘛喺目前幾行啦一就青少年一就學生嘅幾好搞嘅競技啦做利用一擺我哋六隊有12個項次12個比，到時又講我哋六隊有咧精神的象徵有多好12個？多12個比。我冇注意呢。本來有按多好有好輔導，一個六隊運動會12個項證。
给那个哦啊，拄好又按多人提高，故说你可以想到全国的人，因为六队运动会唔係搶六隊人那可以參加哦，吼，唔錯，你想去參加的都可以。唔錯，啊，我嘛希望前見吼，啊，跟我哋客家啊是民客吼，啊，客家攏來弘揚了我哋家中吼，啊參與啊啲盛事。嘿，因為也非常特別，因為唔嘅項目冇共樣，你都可以想到，可能平常時伊唔會面到講二輪俺哋六隊嘅人，所以可能經濟啲俾唔上到，你會睇個都市嘅地方去參加嘅運動嘅比賽。唔過也擺喺度家動哦，啊假使如果會搞一啲東西嘅人，你會想講。有比賽啊，比賽都會有獎金啊，獎金有一多呢，要擺很加碼哦。等一下呢，我哋會繼續來唱歌享受，我哋等一下聽表一下嗰多種類節目現場。分享到咗嚟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呢係嘉東鄉嘅賴文義鄉長，因為2026第64屆嘅六隊運動會會喺嘉東鄉來舉行哦。好多鄉長有講到講12年，那位領導派一擺，嗰所以係非常珍貴嘅機會嗬。好多我哋沒有分享到，除了一般會有嘅競技嘅運動哦，像籃球、羽毛球、排球，還有軟網。棒太少，吼，還有田徑也都以外，還有個鐵牌都係會有一條像民俗競賽啊，嘛個跌上舞啊、蛤蟆拉怪啊，也都係過六隊完賽，可能落一批會搞誒，有一點像細時節的賭博啦，吼，不過更加都係趣味競賽，因為人哋冇賭嘛，冇賭嘅話，都係過神奇、過奇妙嘅東西。啊，還有呢，頭都有介紹講。一擺係第一擺甲二擺，都係木球，還個競技疊杯。不過當然，攀六隊運動會佢主要都係想去上全國各地嘅，唔愛外國人咪可以，想去來參加，咪可以來參加。啊，一擺還有個鐵牌獎金，還有加碼，係咪？有哦，一擺吼，那打破，我哋現運吼，我哋加碼吼5000元。啊，我哋選手呢，吼，那打破我哋前屆的記錄，吼，我哋加碼10000元。啊，也如果幫我哋選手，吼，盡量比每年伊都有激勵嘅，冇錯，比你潛能，吼，發揮出來。你希望上大家講，可以個追求韓國個嘅運動嘅成就安尼。啊，當然呢，大家去到嘉東，我哋咪會同嘉東隨手幫大家啊，吼，因為其實嘉東一般唔係講按時興嘅觀光嘅景點，不過去過嘅人就會發現，也係真蠻特別嘅客家莊。嗰所一擺鄉長咪大幫一個六隊運動會，咪有推動漫遊，客家莊漫遊係冇？啊，我用那個內容。我哋嘉東都分做農漁業，我哋農業最有名嘅吼，如果我哋黑珍珠蓮露，我哋嘉東農漁業品牌，透紅家人吼，不管伊啊鮮果，還是伊啊一個再製品吼，攏得到幾好嘅名聲啦吼。尤其我哋鮮果，讓當然吼，由外銷到加拿大，跟歐洲幾多個國家，哦，打出幾好品牌。我哋鮮果我哋再製品吼，得到我哋屏東嘅10大伴手禮嘅獎勵。漁業吼，講我哋六隊做隊伍有啲靠海嘅所在吼，我哋嘉東有500人夾嘅漁民啦吼。實在講嘉東幾好所在啦，我哋休閒漁吼，喺台灣來講，都最高經濟嘅。不管伊啊龍膽石斑，還是石沙斑，吼，還是一個鵝啊，一般個高經濟嘅吼，我哋嘉東攏有出。嘉東有真多嘅魚係哪種啊？哪種魚？
以下个产销愈有余啦。哦，如迄五仔鱼，五仔鱼，宁夏五仔鱼。五仔鱼。哦，如迄青。以大众吼普遍化。那些都做一个渔业干啦。哦。迄面还有一个文凤沙期，咩迄菜地其实也很多年没有18种观光景点的地方。我哋文沙期啊吼，好家在嗰做有文艺园的带动吼，侬要讲嘅带动啊，当然在地嘅语言吼，伊也机会各有去攀马嘅发动各有机会吼，像係温馨社区科会边嘅关系啦吼，嗰度有伊菜地吼办嗰度活动慢最上嘅菜地嘅吼，嗰度项目。我说大家要去到家度漫游的时节，你都会看到可以识到一道，如喺头头讲到农产品，像莲雾唔能家度用嚟讲啊？莲都讲茶泡。应该是酸果吧？酸果，好，没听讲酸果，系女不会讲酸果。你都讲莲雾。你讲莲雾，因为莲雾系我发现合法讲法青岛的水果，几多种讲法，像我哋六对路5、6种嘅讲法，嗰种系有轮路。唔系，我都冇听过。我系听过拍果。拍果可能嗰度有种拍摄嘅。系，我听讲系嗰马來西亞來，因為酸果唔係台灣，其實不是台灣本地產嘅，係其實係佢從馬來西亞來嘅。嗰時候一開始係拍嘅，結果後來家當種出黑珍珠安尼紅嘅，如雜萬薯粉樣，更加睇家如幾好食，家當嘅茶泡，蓮霧除了食到蓮霧，還有一個幾好嘅魚嘅。还有一道迄咪家동菜地能有嘅客家美食啊！我哋家동最有名嘅都好人講面包板啊，因為講人家동，嗰其實都有加啲海米，地主會將海魚嘅味道，同一般傳統面農一種呢配煮出嚟味道冇一樣。咁唔就係吃些一種海味板條。冇咁錯。我早前攏會食下啲麵包板。唔早晨就就會食冇咁錯。好，都健康嘅。因為我固定嘅早餐啊。真的哦。冇咁錯。嘿，安迪佩，因為像我冇辦法早晨食麵包板咧。講嘅習慣啦。從細就係咧，都健康嘅咧。早晨就如果食麵包板，你麵包板會有乜嘅？底部會有乜嘅？會落乜嘅料？咁樣講家中一般會加入海魚嘅料理啦，而高湯，地主會有魚嘅醬肉嘅高湯，同一般嘅肉燥唔一樣啦。對部嘅糖露係已經冇一樣嘅，都已經係魚糖嘅。咁你當個會有乜嘅特別嘅料嘅？地主會加咧，當然。魚肉有啲咩加落去？慢油要加咧豬骨。係哦。一個特別嘅。最近睇咧客家仲食唔到呢，冇看到呢。冇唔足人他們特別強調用我哋科學，嗰上要加咧海味入面啦。你係山珍海味旅遊還有竹鳳唔似架喺路卡，唔都話嚟煮，係喺唔去攞杯買嘅。去攞杯食。去攞杯食，唔過都見係習慣人哋。咁唔識到人哋其他客家種嘅，我食唔慣嚇。還好啦各有各的特色。唔過清口嘅係係。當然係以個性係要加咧海魚米嘅各有特色。家鄉味。嗰個睇下去到家度都可以識到一個其他客家種冇嘅家東限定嘅。幾個家度其實算客家種嘅比例幾高，差唔多一度爬喺行業。嗰座我哋家東12寸6寸客種6寸河種，嗰種係客人嘅比例加幾多啦？可能佔到60%，而家增
我开始好容易比例过大些。哦，他们的肢体吼，各自通教育，哦，所以太分拢离开俺的家庭吼，因为做农吼，实在讲伊也事业讲完好，太会拢出去都市石头路。哦，但都就可能好容易的比例会过大一些咧。他们讲的吼，你学园的也经济效益过好，不过像流落来学生的会过大些。哦，吼，一摆攀一个按太旁的六队运动会，我相信一听上公所全乡总动员，吼，忙做了也一个国泰盛世吼，我哋团队已经尽量落去攀啦吼，我想研究吼，拢。他搞拢炒我个甜啦，哇！我一直都明年2026年的3月15日结束哦。冇错。嗰時一個規個期間係非常長嘅嗬。冇錯。係一年咩？嘅籌備期有一年已經佢會10個拜啊。哦，如係更加聽出來一啲東西是經過幾多擺開會，冇錯。因改進，因推翻，讓安尼。當然鄉公所話要盡量拿出來吼，要盡量落去天數攀比，同樣咧發動吼攀比吼。因為我相信對也六隊新義鄉鎮來講，如唔希望伊團結，因為攀到61屆嘅，吼也對六隊如係做啲講係靜態嘅發動，我說睇下可能。眼輪牙見吼，如果想要提攀下去啊咧，韓國重要係也可以牽強大家啦吼，如果係規個鄉全鄉人的心都可以凝聚在一起，因為對蔡丁兒來講，也如係地方上嘅盛事，吼攀上嘅大家如果個有成就感，吼，咁我哋呢有關一個六隊運動會，韓國有關家動，韓國。像因為鄉長係提拔了，我對伊也個人咪過好奇，有關一按多嘅題目呢，我哋了解下聽個技術，多進來請教鄉長。分享到進來福起來嘅現場，今年我哋有請到嘅係嘉東鄉賴文義鄉長，同我哋分享幾多同2026第61屆六隊運動會有關嘅豐富嘅內容嗬。無論唔係乜嘅年齡層，嗬，無論大細，男女老幼都可以去參加，因為對一開始寶寶爬行啊，還個路跑啊，還個運動啊，還個民俗競賽啊，民俗競賽還有個比古堡哦，馬給旅遊都係其實適合全年齡層去參加。韓國家是唔好去參加運動會，咩唔怕，唔可以去客家莊去拍啲嘉東來漫遊。好多鄉長分享到幾多好識嘅、好了解，還有幾多我哋嘅團隊提醒我哋嘉東其實有幾多落伍，係其實真係有規模嘅哦。好，係咪鄉長咪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嘉東吼，喺落伍吼，最近嘅規格吼，如我哋小家古厝啦吼，一如五進大房吼，絕對吼有50個房間咯，對我哋。所以講先推完吼，如最有規模嘅落伍，我哋嘉東嘛有8年嘅吼老街，還有啲私人步道，例如我哋鄭貴海鄭律師吼，以及個伊也寫作啦吼，攏寫喺啲個私人步道業，你如有我哋求伊去吼去分享安尼嘉東老街吼，伊個100年咧看也到落伍嘅，看也到氛圍吼。
其实安尼咩那如果讲过加东可是迄个特别的素材，吼，无论係自然的景观，也算嗰种看得到嘅木屐啊，也都人文景观，如係非常特别。啊，假使你去参加嘅路跑有5公里、10公里，可能规路嘅路會看到，也已經無講過太嘅像，不過看得到非常多樣嘅景色，還個特別的。彩體嘅也都色地啊、風景啊，也都係幾豐富嘅。啊，還有呢，我哋其實有討論到，除了一擺六隊運動會係咱們大嘅活動以外，其實香港也有一個也2年吼，盼嚟咱們許多注意嘅一個活動，同彩體另外一項無嘛人哋嘅生活個有關，吼係西瓜洋。吼，一個香港同人哋介紹好冇？2024年吼，疫情嘅關係吼，我哋各都有辦下啲端午禮瓜吼，我就應該吼，2024、2025也2年啊，都繼續啲味道吼，本我哋農產品吼，分全國啲啊，味道我哋加東吼。分全國有我哋知名度吼，啊，都繼續落去地辦端午禮瓜啊，尤其2025年吼，啊，500個名額吼，我哋啲網絡推銷出去吼，以下有秒殺啊，加拿大我哋南投亞那吼，端午節最大嘅盛事。因為今日都係5樣路方可以報名。唔過睇5月節幾日，唔可以睇加東幾日位數去綠西瓜啊，500個名額以下如本人報名搶。以下如秒殺。我說唔係搶加東嘅人咧，嗬。全國攏可以報。好，容易當5月節如果去加東綠西瓜咧，嗬，可能嗰度鄉親還有個印象，我對個畫面有印象，好，如果人拍嘅嘅相片，就係咱們許多注意嘅。咁當初我會面到一個咯。如當初即係講吼，疫情之前有志青年啊，吼，如開始咯，味道我哋加東嘅知名度嘛，吼，人講加同朋友講加東點咧，吼，他甲個做攏講啲拿皮後面，綁了個頭先。啊，無論講戰備報道，啊，人那位地講加東地內啦。哦。如果有啊啲機會吼，西瓜如讀個夏天會普遍嘅如果是咧，是咧啊啲水果啦，吼，啊有興吼，因為西瓜吼，西瓜用嘅可以講吼60%人，啊，你點我哋加東出來嘅，啊，可以講。加東路有啊啲西瓜的原香，啊嚟出來。哦，嗰個嗰啲派的路係加東某種西瓜，唔過譬如嘅嗰度西瓜用。哦。加東啊，吼，唔係某種西瓜。嗰隻。因為種西瓜個太面積，啊太本來用啊啲實啲啦，吼，啊個像個大龍啊啲加東嘅人，白啊啲鄉民吼，處理到我鄉鎮。我伊啊氣候啊，伊啊下雨量啦吼，去各地種。哦，嗰所講起來，其實加東可能咱們多農民睇種西瓜，不過唔係種睇加東。冇唔錯。睇到愛睇種。應該睇種。啊，有幾多年都有嘅一個技術，可以培養西瓜用。對於西瓜用嘅開始啊，都成長啊，當然。逐個咩可以啊成熟度，啊好食唔好食，沒有啊啲，咩啊有啊啲技術啦。我講有問得多哦，因為都有嘅菜地後生嘅講，萬世冇嘛印象啊，如因為睇加東冇看到人種西瓜啊，農有問得多講，我哋其實有西瓜同我哋個有關係，雖然睇加東冇講，按普遍看得到。西瓜可以變矮嘅一個利基，有問得多一個喲。其實真最頭擺吼，西瓜如我哋分享嘅種啊，係我哋地方嘅新比價啦吼，啊，不過啲蔬菜無來辦法，啊，氣候變遷吼，
就初期慢慢做唔得，咱慢慢去上配比，如何嚟开始咧？嗰個1-2年恢復嘅一個5月節歷史過喺發通，有過顯明嘅感覺，如係家庭嗰種本人注意到嘅係咪？1-2年半吼，第二天氣吼變啊。潘過啊，如變啊講嗰種全國頭條，電視上攏有看得到。就是講吼，對我哋家庭咧，啲知名度吼有推廣出去。咁我有過顯明發現，我來家庭了嘅人有變多哈。一般我哋出去，我哋香港出去看吼，嗰種我啲嘅人過來吼，老了我哋。多嘅，台灣講嘅手屋啊邊用部嘅祠堂私人步道金字亭，我看到偏向嘅件，偏向真嘅人過嚟老了。嗰種係咪頭擺？比如講鄉長萬歲，可是就會感覺講，我嘅家鄉係無萬人地，其實我聯絡咩係哦，我土太後來到台北嘅時節，突然講聯絡。無人地體內，係就會聯絡，因為聯絡要韓國寫嘛。係一直到嘅高速公路交流道開嘅，能夠當人地聯絡。係咪辦事咩係有安尼感覺咯？係應該家鄉嗰種無萬人地。他們廣告嘅吼，我做啲我要做出吼，講係一定係講家庭，他講嘢嘛唔對講家庭地內。對我們他們講嘅吼，一定講拿幣。因為嗰度那邊啊，海山個有名，邊枋寮，枋寮路嘅交通嘅交叉點大家人嗰啲，攏一定講那邊枋寮嘅地洞，然後地洞家庭地嘅。咁唔笨蛋係有想要離開家鄉嘅嚇，農會後來，因為嗰種人離開家鄉，從外路去，就冇個多轉去嘅嘛。唔係用嗰個。一路講到我即家嘢吼，因為我屋企吼從事農業啦，阿爸做我咧南丁啦吼，實際我畢業做評估嚟吼，都本阿爸留我要考證書嘅，冇錯。都係聽書做農。冇錯。咁農會天天係行到變鄉長嘅咯。一講嚟話長吼，我阿爸嗰度啲地方上好有咧插下咧政治啦吼，是做過農會嘅理事，農民鄉民代表，係可惜吼，我阿爸嗰做冇嘅啦吼，面下我推薦鼓勵唔解。都雙方嘅度落批吼，可能基本嘅都喺我出嚟參與下啲公共事務啊。嗰種唔也算去做都開始參加公共事務嘅，聽差唔多2年都有開始參與啊。我記得嗰種26歲哦，都開始都參農會。都參農會推表，啲嘢開始做嘢。咁你天天一路做到鄉長，就應該一開始冇想過，喺爸爸行出一個呢，會去行一條路哦，結果唔係，好像有點走着爸爸會走的路啊呢，更加有做很多嘅理想方做很多嘅事情，同安太發通。咁最面係咪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希望都100盼嚟一個發通可以本，也全國各地嘅民眾可以本人能用嚟嘅體驗感受，本人來到家度。樂隊係你睇家庭啊，當然係一同樂隊有啲客家文化有啲傳承史記嘅傳承落去啦，嗰種一般嘅咧，反而用通去都對人哋抓做開始嘛，都本身人哋多老人家同埋講嘅目標也老人家也是參與。我想講，啲生意多老人家，我哋
拢可入比来参与啦吼，都表示对我哋绿队吼，有啲认同来带动我哋绿队吼，客家人咧，不管客家还是族群吼，客家人和谐，也都我哋最重要嘅目的啦。喺大家对一个绿队运动会，韩国对家动感觉佢好奇有兴趣，其实更加用如果方便，上面打绿队运动会喺家动，你都可以知道一个相关嘅消息，大家可以多多去家动去 TV 嗰啲拍嘅一个客家庄。今日咧非常感谢赖雄总同我哋安心菜嘅分享，非常感谢。谢谢。谢谢。咁接下來觀眾朋友冇轉台哦，談論運動線上好好運動。觀眾朋友，有請許多福起來嘅面書粉絲專頁網站，還有天一藝人嘅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起來嘅最新消息。